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1日，彼得前书1章22节安尼讲：恁已经对顺坦真理来洁净家己，有纯真的手足之情，就着用清气的心，对心底热切相听。三个来祈祷，爱愿对顺坦真理来清净家己，对心底热切相听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信实公义的至高上帝，你是慈悲怜悯的天父，你满有稳定甲真理，你按照你的旨意经宣愿，藉着圣神，互阮成做圣。佮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阮，互阮通归属于你。主啊，愿一切荣光、颂赞、甲感谢，拢归伫你的名。主啊，愿来到你的面前，要献上阮的敬拜甲尊重，愿学到你奇妙的救恩甲慈爱。主啊，愿感谢你拣选甲呼召阮，互阮伫你的内面有新的活命。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对顺坦真理来清净家己，互阮有纯真的手足之情，通用清气的心，热切相听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